为了要防止中国渗透，牵涉国安协重大利益公务人员特殊查刑办法，明仔载就要生效啊！那这头一批呢，先锁定行政院5位大官员和办公室的成员。那这国防部也要来修正这人事规定，牵涉机密特殊查核的带条件去检验这人敢有讲白贼无？这个30外岁有乌道背景姓李的查某人，另外一个身份是新北芦洲某一个公庙主委，互人查到涉嫌吸收8个现体的军人，伫台湾发展组织，有关因翕导航影片，收集军事机密交付中国。测试最高法院判处6年8个月定案，针对强调案真济，公布修正人事规定，涉密特殊查核，有条件进行科学仪测。科学仪测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测谎仪。那目前我们国防部所使用的测谎仪是跟国安局、刑事局、调查局都同一种的设备。国防部表示，为了确保极机密、绝对机密等涉密职务人员忠诚甲信任，每组查核表审查、书面说明加面访，拢互人认定有疑问，就会进行科学仪测。不过学者认为，这种白查无通过，受查人员有权申诉，啊，不过较歹有执行涉密职务的机会。但是显现不代表说你有犯罪。只是透过这样的仪测结果来当做要不要录用你或者担任这个职务的参考。那国军爱加强防止强调牵涉国安也是重大利益公务人员特殊查核办法切落生效。头一波查核对象会锁定行政院5长，包含正副院长、正副秘书长甲因办公室的人员。行政院的5长，还有就是办公室里面所任职人员会优先办理第一波的特殊查核。人事总处表示，若是查核的对象无属于公务人员体系，会采用自管署方式处理。目前已经完成规划，会伫新法生效了后随展开。未来针对公务人员的特殊查核次数会增加，范围会搁较宽，希望会当防止强谍渗透。记者采访报道。